伫老底的乐高甲人西佐敦，全国知名的连锁不动产团队伫安南区成立第4间分店，期待老底的气氛为新店开幕增加人气。同时，会中嘛结合公益捐款来帮助在地东安利红洞社会关怀协会。我们目前有4个店头：安平区、永康区、安南区和东区，欢迎有空来坐坐。一样的，我们每年都会捐赠给弱势团体、慈善机构，付出我们的爱心。这次选的机构是同安二凤堂社会关怀协会，希望我们秉持的这份善意爱心延续下去对社会的回馈，感恩，谢谢。其实连锁不动产团队为了落实社会责任，每一档都会固定捐款，或是发送民生物资来帮助弱势，希望用实际行动号召更加多人来关心。非常感谢今天台南市永庆飞燕安南加盟店开幕的好日子当中，来做这个善举，捐赠了2万元。给社会关怀协会来帮助这些弱势的家庭，以及贫穷的学童们的奖助学金，非常感恩。我们永庆飞燕安南加盟店在开幕的好日子当中，能够来做这个善行，关怀社会，温暖了大家的心。我想这是一个善的循环。该团队伫台南经营10间，即摆来到安南区开店，除了要吸收优秀人士到理，嘛增加工作机会。更要紧的是，互需要的家庭找到温暖的起家厝。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。